即马这野生动物的保育已经愈来愈受到重视，也毋过呢，因为环境的开发，所以嘛，定定会传出人类甲野生动物的冲突。伫咧墨西哥，也阁有中国就发生有狮甲虎走去人家厝的状况，所以当地是赶紧通报相关单位来应对。 中国乌龙江省的不离关中泰村礼拜出现惊人的场景，街边将伫透早听到无啥正常声音，出门去看卖，无想到一只虎就伫咧外口走来走去。这只虎哪走哪呼呼叫，村民甲目睭相对，若无甲伊惊走，反倒转，互伊入来，也搁去弄这铁闸，发出真大声音，情况是非常惊险。 不离关林业甲草原管理局也讲，有另外一个村民倒手互虎咬着伤，正在接受治疗，加在是无要紧。东北虎是世界上上较大型的鸟科动物，体重会达到200公斤，也毋过真少甲人类直接来接触。 当局讲的提早准备好这个麻醉枪，有防相关的事件发生，伫非必要情况下袂该拍死，除非虎正伫家人。而甲迄只落线面虎比起来，这只万兽之王就温柔多啊。墨西哥的花蕊之城有民众通报，伫一个徛架厝顶看到一只大型的鸟科动物，消防队赶到现场，发现是一只8个月大的母的狮仔。伫消防队引诱之下，伊无激烈反抗，真紧就入去到人仔内底。 Sí, pues aparentemente todo está bien. Digo, obviamente no tenemos el personal para hacerle las revisiones correctas. Lo que nosotros pudimos apreciar, pues es lo mismo que pudieron apreciar ustedes, ¿verdad? Es un animal que se ve aparentemente dócil, en buenas condiciones. Ya lo demás lo determinará el médico. 警方已经甲送到附近的野生动物保护区进行必要的检查，家庭是有惊无险，另外个动物拢无受伤。